歡迎收睇維秀美注射筆快速操作指導影片。呢一段片只係俾已經獲處方呢一隻產品嘅患者收睇。大家好，我係月月，我會同你示範點樣正確使用維秀美注射筆。維秀美喺香港獲批5種處方劑量。呢一段片適用於所有規格嘅維秀美注射筆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用4個步驟示範點樣用0.25毫克作為初始劑量開始療程。第一次使用之前，請先檢查注射筆個名同劑量，確保同醫生開嘅處方劑量一樣。首先拎走筆蓋，檢查注射筆入邊嘅藥液是否透明冇色。拎支新針頭出嚟，撕走紙質保護片，然後將針頭裝上注射筆並扭實。拎走個較大嘅外蓋，好好保存，再拎走個較細嘅內蓋，妥善棄置。只有第一次用新注射筆嘅時候，先需要檢查藥物流動性。將注射筆上嘅劑量選擇器由0轉到藥物流動性檢查符號，將支針頭向上，然後長撳注射掣，直至數字返到0。如果針頭前面出現一滴藥液，即係你支注射筆已經可以用；如果冇出現一滴藥液，就要重複呢個步驟。而家我哋開始選擇注射劑量，將劑量選擇器轉到你所需要注射嘅劑量。你可以揀喺上臂、腹部或者大髀進行皮下注射，可以轉換注射位置，但係千祈唔好靜脈或者係肌肉注射。將注射筆垂直插入注射位置嘅皮膚，撳注射掣，直至劑量顯示返到0。繼續撳住注射掣，心裏邊慢慢數6秒，咁確保所有藥液都打晒入去。然後先至將注射筆拎開，打完針之後，用返之前留低嘅外蓋套實個針頭，扭開佢同妥善棄置。最後吸返注射筆蓋，等下次再用。維秀美注射筆總共有5種唔同劑量，每種劑量用唔同顏色代表，可以幫你確認每星期用嘅劑量啱唔啱。頭先我示範咗其中一種劑量點用，其他所有劑量嘅注射步驟都係一樣㗎。藥液應該每個星期打1次，一日裡面任何時間都可以注射，飯前飯後都冇問題。請將你支注射筆存放喺攝氏30度以下嘅環境，或者攝氏2至8度嘅雪櫃裡面，千祈唔好放入冰格。如果你需要帶出街都唔使擔心，注射筆可以喺攝氏30度以下嘅環境保存長達6個星期。記住，長期保持健康體重都好重要㗎。如果你需要更多幫助，可以睇完整包裝說明書，或者聯絡你嘅醫生、藥劑師或者護士。